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10月1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6篇，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被召集啦吼。上帝叫人来，咱称做互上帝呼召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来跟对伊，成做所谓的选民的始祖。因为安尼了后，以色列人称上帝做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甲雅各的上帝。伫新约提到是讲，若凡是因为相信来接受基督救恩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允的继承人。但是，若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会拄着灾难，有可能更较会互上帝来击杀、来处罚。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先知安尼咧启示讲，下面是俄巴底亚书得到的启示，是至关的上帝讲关系异动的信息。上帝差遣使者去列国传达上主的信息，伊讲起来，咱来去甲异动交战。上主对异动讲，我要互你伫列国中变做弱小。你会大大受藐视，你的心内骄傲，欺骗你。你住伫石洞内，徛起伫高山顶，所以心内想讲，什么人通甲我拖落地？虽然你亲像鹰鸟飞甲遐尼悬，做守伫正青神的中间，我嘛要对遐甲你拖落来。上主安尼讲，迷是贼若来偷，强盗若来抢，因剑毋是摕所爱的物来定。万葡萄的人若去你遐，剑袂留淡薄，毋久你会彻底受消灭。以色列子孙啊，恁藏的财宝竟然受抢夺。所有甲你结盟的国家赶你出你家己的国境，你的盟友用骗术来征服你，食你的饭的人设罗网陷害你，安尼你犹无发觉。上主讲，伫迄日，我要毁灭异动的卡人，扫除因遐的有智慧的人。提万的战士会惊吓，移动所有的人会受造灭。人并毋是背离上帝，就失去了目标，失去了迄个永生的愿望。因为上帝伊本身是一个慈爱怜悯的上帝，伊要召集失丧的以色列人，互因会当搁一摆重新倒转来到伫上帝的怀抱，蒙恩得救。咱伫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的经文的中间，咱也看到约翰咧传达的启示。伊讲到着后来，我去看，有看见一大群人。无人会当计算因的数目，是对于逐国、逐族群、逐民族、逐款语言的人来，拢徛伫宝座甲羊羔的面前，穿白衫，手举棕树枝，因大声喊。愿拯救归伫坐伫宝座咱的上帝，嘛归伫羊羔。所有的天使拢徛伫宝座、长老甲4个活物的周围，因伫宝座前面趴落去敬拜上帝，讲阿们。
愿上赞荣光智慧感谢尊贵权能气力归伫咱的上帝，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长老中间有一个问我讲，这个穿白衫的是甚物人？因对叨位来？我应讲，先知你知。后来伊甲我讲，这个人是经过大灾难出来的，因有洗因的衫，用羊羔的血洗到白，所以因伫上帝的宝座前，明日伫因的圣殿服侍伊。坐伫宝座的迄位要保护因，因袂阁去枵，袂阁喙焦。日头甲炎热拢袂伤害因。伫宝座中间的羊羔要做因的牧者，伊要带因到活命水泉遐。上帝要对因的目睭拭去浓重的目屎，愿意回转来上帝的人，就要搁再一次互上帝来召集，并且一齐上帝来献上俄乐甲感谢的敬拜。上帝也要搁再一次来牧养因，赏赐性命的泉源，拭去因的目屎。诗篇26篇，正直的人的祈祷。上主啊，求你判我无罪，因为我有照正直地行。我倚靠上主无摇动。上主啊，求你监察我，考验我，求你查验我心思意念，因为你的慈爱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照你的真理在行，我毋捌甲虚假的人做伙坐，嘛毋捌甲假好的人斗阵。我厌恶甲歹人结党，无爱甲恶毒的人做伙坐。上主啊，我洗手表示无罪，洗你的祭坛参加礼拜。我用感谢的诗歌上赞，讲起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上主啊，我意爱你所住的厝，意爱你的阳光临在的所在。毋通将我的性命甲罪人做伙消灭，毋通将我的活命甲歹人的做一个消灭。因的手不时做歹，因的这样手逐所在受暴露。若是我要照正直来行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。我的骹徛伫病榻的所在，我要伫大会中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赏赐阮人民赦罪的恩典，恳求主帮助阮愿意遵行主的旨意，改命，跟随主的脚迹来行，成做应神益人主的仆人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